那我们台南市针对我们电力改善机、冷气装设工程呢，那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套的。那我们是分为40群啊，就包含市区跟偏乡学校，让偏乡的学校不因为它的地处偏远而没有厂商来施作，可以全台南一起来完成电力改善及冷气的装设。这个太阳能光电设施做完之后以这个场地的话，我们夏天跟下雨天就不用担心。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练习，尤其是这个是棒球，这个部分他们可以在这边不受气候的影响。那另外我们产生的电能源的部分，可以节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为了达成国中小班班有冷气的目标，台南市政府去年即组成工作小组进行发包工作，并且为了协助偏远地区学校如期改善电力系统并装设冷气，教育局采大校配小校的群组方式，并且以有经验的群长学校负责办理招标作业，在3月中旬已经完成第一批学校的电力改善工程发包。此外，针对学校装设冷气后可能造成电力能源负荷以及环境影响，台南市崇学国小创新规划太阳能光电打击练习场，除了提供舒适的校园之外，也创造友善绿能减碳的环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那我们台南市呢，有技巧性的呢，那么把所有270多所的学校呢，规划成为40个群组。这个群组里面有大校，那么就绑小校，以避免了小校呢到时候发包不出去。第一群呢就在3月12号，那么率全国之先呢，那么非常顺利的这个发包出去。我想这个过程里面呢，非常感谢我们台电呢这个一个全力的一个协助跟支持。接下来怎么去发展绿能，这个也是我们市长所关心的。那我们崇学国小呢也是一个把这个风雨球场，甚至棒球打击场，还有这个教室上面的太阳能光电那么整个发包出去相当完整的一所学校那整个发包出去之后，它每一年可以发的电量大概1.5 МW可以提供的住户大概12到13户是全年的用电量，所以单一个学校就这样。那我想台南市整体来盘算呢，目前是总共已经发包出的有60 МW大概可以提供呢500户的这个全家全年的用电量。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绿能的政策我想我们台南市的学校是全力来推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虽然现主时欠水，面临限水危机，不过伫下半年就可能有大雷雨。议员林养义就提醒市府一定要优先做好防汛的准备，包括排水清理疏通、抽水机的整备等等。临时急咧伫提防规划太阳光电设施。虽然到目前面临欠水、限水的危机，不过极端气候的冲击，下半年雨水有可能阁是用到的。地主议员林养义上午伫水利局的业务报告，就提醒局长，现阶段上要紧的任务，就是提早为防汛做准备，临时急咧发包太阳能设施，避免雨季一来，亲像八八水灾时，沿洪赛事，就因为堤防破坑，造成严重灾情。你这段时间都无雨期。后壁这6、7个月前是要落大雨，唔知影。所以你这段时间恁水利局做的是这工作先去做，唔是在无用咧发包太阳能。在我们4月3号大概召开了相关的市府召开防汛市长主持的防汛准备会议。那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各排水的清疏、侧沟、雨水下水道，还有刚才我们的议员也特别提醒了我们的那个抽水站、移动式抽水机。的这个相关的准备。我知迄天迄个市长发布新闻，我有看，我提早头4、5天前我也建议的。恁水利局将士忙1月咧发包太阳能，你要发包太阳能，迄以后代志。你将士伫雨季还未来进前，你这该做你拢爱做。
会中议员讲到大台南的堤防道路水利局计划设立太阳光电，而且已经有发包议案。对此，局长澄清，目前委托厂商评估设立的只有伫山上区，到目前马龙也未发包。后续也可以伫地方召开公听会，向乡亲说明。台南新闻军自林光采访报道。这几天来，台南市有开辟真济特色公园。议员陈义珍表示，靠近台南转运站的公66公园开了3000多万，伫去年已经开辟完成。结果有真济民众毋是毋知影，就是找拢无，被议员形容是消失的特色公园。为了发展家团城市，加上地方对特色公园的需求，台南市陆续开辟完成生态特色公园。对此，议员陈义珍表示，为了原本北区滨江中的生态景观公园，去年7月就已经完工，而且开卖3000万。不过，真侪民众反映用 Google 找无，甚至完全唔知有公园开辟。议员形容根本是消失的特色公园，嘛要求增设周边停车加假日的设施。其实这个公园它藏在我们这个兵工厂里面哈，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这边有一个特色公园。那上次我们在跟公务局这边询问之后，发现说，我们一直在关心的这个公66这个特色公园，其实已经终于开辟好了，也让大家在使用了。可是我去问一些家长就是带着孩子会四处去找着特色公园来玩的这些家长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公园，然后他去网络上一 Google， 其实他也找不到说这公园到底在哪里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台南这个有一个花了3000多万开辟完成的一个生态公园。这样，我们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让大家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公园，然后欢迎大家来玩啊？希望我们能够尽量去宣导了而且能够在媒体上查到我想我们来尽量来加强议员主要要求市府加强宣导，让民众会当好好享受公园的资源。对着市府资源有限，无法度开辟类似顶里等特色公园，所以建议参照文园、北园等社区型的公园，来当增加特色优具，来创造公园绿地上大效益。台南新闻军自林光采访报道。创办将要满25周年，台南大湾吧7号伫龙岗国小举办港湾公益庆生会，结合中央女中餐饮科的师生，协助来教导龙岗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制作高质的杯仔鸡卵糕，欢庆25周年。台南大湾吧庆祝25周年庆，除了有母亲节党旗回馈，在公益方面也持续办理。这次的活动是由议员吕维应引荐。前来南区龙岗国小附设幼儿园，甲小朋友同乐，并结合中英女中餐饮科师生，教导小朋友制作鸡卵糕，带回去厝送给爸爸妈妈。台南大湾吧很高兴能够今天来到龙岗国小举办这个25周年的一个庆生公益庆生会。那很高兴龙岗国小的小朋友来跟我们同乐。那现场我们邀请了长荣中学的同学。来教我们这些小朋友做一些杯子蛋糕，那也请小朋友把这个杯子蛋糕等晚上回家的时候能够拿给妈妈，因为是母亲节前夕，希望说他们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与母亲同乐。远东百货长期以来都关心教育，这次也是已经第2次来莅临我们龙岗国小，上次也有捐赠物资，然后这一次利用他生日的周年庆的时候，来教这些小朋友。来做杯子蛋糕，这个都让小朋友对于他自己的未来，都可以更加的有自信，也可以更加的能够自我摸索。市长王伟特也出席这次的公益活动，表达支持。很高兴今天远东百货为了庆祝75周年，我们要祝远东百货生日快乐。我们也谢谢长荣女中的各位同学。各位大姐姐，但是对我来讲是小妹妹，对他们讲是大姐姐，大家能够办这么好的活动，做这么好吃的蛋糕，我市长要特别拜托各位小朋友，蛋糕千万不要自己吃，要送妈妈吃的龙岗国小校长陈彦良表示，这次的活动会当顺利进行，除了要感谢台南大湾吧，嘛要感谢长官贵宾的帮忙。
互囡仔家己动手学做技能歌，带回去厝孝敬父母，欢喜过母亲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第6届台南杰出艺术家巡回展，沈文阳、廖庆章、苏小梦双个展，5月7号至5月23号，伫台南文化中心展场，展出将近150件传统水墨描画以及金刚艺术品，而且各将展场布置成传统古庙模样，带领民众感受沈文阳艺术氛围。2002台南杰出艺术家巡回展首场展览。文化局邀请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廖庆章、金港界国家工艺师苏小梦以双个展形式展出2位大师将近150件作品，为传统水墨描画到金刚艺术品，展出的每一件拢是大师级的创作，非常的精彩。在展场布置方面，更是以庙宇的形式作为设计发想，相当特别。台南市杰出艺术家巡回展。特别邀请了廖庆章老师跟苏小梦老师2个共同来联展。那展出的主题是神纹样。那什么是神纹样？其实我们常在庙宇当中，不管是门神或是庙宇的这种所谓的梁柱，其实都会看到很多彩绘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元素哦。那这些元素有时候是在梁柱上，有的时候是在彩绘上，有时候是在门神的衣服上，或是这些神明的刺绣。的衣服上面，而这些神纹样其实过去我们比较少注意到，但是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传统元素。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策展人龚卓君老师特别选择了这个神纹样为主题。那廖庆章老师是我们无形文化资产的彩绘大师，是技术保存者，所以他收集了非常多的神纹样，那作为这一次创作的主题。那另外就是苏小梦老师是精工的艺术家，所以也透过这些神纹样的这些素材，那用编织的方式把它加以呈现。所以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非常传统典雅的这个神纹样，也可以看到它融入于当代生活当中艺术的一种呈现方式。透过艺术家廖庆章、苏小梦的精彩创作，搭配建筑艺术家陈宣成设计展览场域，串联传统甲当代图文，让观众一家入展场，就参像是进入神秘的新闻世界。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全台第1间全国电子甲三丽鸥的联名店正式登场，粉色的装潢加上2座真人半身悬的三丽鸥造型公仔，成为翕相打卡的好所在，打造出全新家电通路联名新概念。看好疗愈商机，全国电子特别甲三丽鸥来合作，打造全台头1间联名店。经过1冬的筹备，台南樱花店正式开幕。包括全国电子的总经理林正勋、三丽鸥台湾区总经理李明勋，加良心电子的总经理赖志达，3个人做伙出席，共同到香槟塔来庆祝开幕。我们请3位长官一起注入我们的香槟塔。全国电子与三丽鸥联名店正式开幕，请大家热情的掌声好吗？哇！也祝福我们全国电子、良心电子以及三丽鸥双方的业绩都能节节高升，业绩长虹。台南这边已经有2间 Digital City 了，那我们 Digital City 就是希望能够为消费者创造与众不同的购物体验。那因为有了2间 Digital City 已经在台南区了，那我们在永华这个点其实也这边经营了8年，那我们会想要为这间店做一个跟另外2间 Digital City 做一个差异化，所以我们有做三丽鸥的主题馆，还有我们有跟良心的合作，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间店最大的2个特色。我们也看好台南这几年的发展，然后其实现在在线上数位媒体不断发展的情况之下，我们懂得其实线下有线下的价值，
那线下体验是不可磨灭的。我跟全国电子跟良金电子都是有40几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哦。那我们一直致力在线下对消费者的很好的服务。那也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再透过台南这个在地的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把体验服务做到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不管在品牌陈列上，或者在商品的陈列上，其实我们做的跟以前有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也希望透过接下去的线上线下的整合服务，然后让我们对当地的这个台南的居民，然后在地化的居民，能够有更好的体验跟销售感、跟消费感受。占地178坪，开了一档的时间筹备。卖场内面四界看得到 Hello Kitty、布丁狗，加大眼蛙可爱的身影，而且规划翕相打卡的专区，不但吸引网美来翕相，而且连小朋友嘛拢真介意，甚至联手良心电子来扩大数位经营。伫个开幕期间，专管指定家电9折优惠，而良心3C 产品甚至抬价2折。而且消费满千，还有抽奖的活动。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季节变化或者是早暗温差大，就容易互过敏性鼻炎发作。患者会规工一直拍甲手、流鼻水，甚至只会当用喙来喘气。安南病院中医师表示，对着这款病症，徛伫个中医的角度，会依照个人的体质，透过针灸来帮助调理改善。过敏性鼻炎是一种发生伫咧鼻黏膜的过敏性疾病，临床表现以拍咳嗽、流鼻水、鼻仔塌掉的，以及目睭、鼻仔、牙喉会肿为主要表现。该病发生除了跟外界温度变化有关以外，嘛甲一寡过敏源，参像是花粉、尘螨、空气污染甲遗传因素有关。过敏性鼻炎啊，其实在中医的治疗效果疗效真的很好哦。那有一些患者啊，他有那种打喷嚏啊、鼻痒、鼻塞啊、流清涕啊等等哦，经过中医的调理哦，增强免疫力，然后再根据他的一些体质做一些调整哦，真的会改善他很多日常生活的一些不便。好，然后如果说民众有机会的话，可以来中医这边调理看看。除了药物处理，中医阁会当使用针灸治疗，也则是按摩穴位等方式来保养调理。另外，患者阁要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饮食莫食咸的、甜的、烘的、冷的，并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减少过敏性鼻炎再次报道。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迎接超高龄社会，骨质疏松所引起的骨质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所以高雄荣总台南分院所成立的高龄医学门诊，都希望透过跨专科团队的服务来降低这类的风险。伫高龄骨质的门诊当中，医生表示，真侪患者拢是因为骨折以后才发现家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而且骨松造成的骨折一旦发生伫髋关节，就会做假烂，除了行动无方便，若无好好照顾，再次骨折的比例是毋捌骨折的人的24倍。所以高雄荣总台南分院特别推动患者临床照护一条龙服务。髋部骨折刚开始，很多时候面对到的是要不要手术的问题。手术之后，我们要做入一般健保条件大概住5到7天。那在这样条件下，其实这时候病患还没有个完好的满意，其实还是有点疼痛不舒服，回家大部分还是卧床休息。这时候医院可以我们医院有成立一个急性后期的医疗照顾，让患者可以住院健保做复健。这当中省掉了病人在这当中伤口照顾的问题，减掉了病人卧床所带来一些肌肉减少、肌少症的问题。在早期的复健可以增加病患的满意度，包括下床的活动等等的状况。接下来等后续的在2-3个月之后慢慢稳定之后，我们会进入到慢性骨质疏松的评估以及肌力训练的部分。嘛因为骨松初期无镜头被称作温型的杀手，所以医生嘛呼吁高风险群一定要定期进行骨密度的筛检，提早预防。大部分的骨质流失是从40岁就会开始了，只是女性在50岁会达到第一个快速的流失，是因为卡在荷尔蒙影响。所以早期的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在女性就是荷尔蒙的药物，那男生确实在65到70岁才是会有这个相对的风险，但没有去检查，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个风险。毕竟也都临床上发生很多没有这样的状况，没有这样的病史，可是却还是意外发现自己有骨松的状况。所以原则上建议50岁之后的女性，或是65岁之后的男性，还是建议尽早到相关的医院和医疗院所做相关的骨质疏松，也就是所谓 DEXA 的检查。然后慢慢
当然，不管你到检测出骨伤，参像这位阿姨透过有筋络、核心肌群加平衡训练等复健运动的3步曲，拢是减少老大人跌倒骨折风险。骨松最怕就是高龄之后，因为他怎样跌倒之后造成骨折，骨折之后就要卧床。那基本上来讲，一旦卧床的话，他的死亡率就会增加。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复健来去帮助病人的一个下肢的肌力的训练。还有一些平衡运动的训练，来增加他们的稳定度，走路能够更稳定，以防跌倒造成的一个骨折的现象。人讲老人上惊跌倒，特别是骨伤引起的骨折，更是超高龄社会一定要面对的课题。台湾新闻军及何秋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热风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的几率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5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